强度，流水之光哎！这样还带几多年来呢？加油团哎！全村的希望。居民的朋友在那边。平常的跳舞係乜計啊？中联舞，哦，太大練舞，联舞你也這會。個黑糖包拿包子要唱歌。那个等一下上面点缀的那个香菜，一个豆腐要配一个香菜，那个味道哦 very good。哦，very good。考考你係反跳也係跳舞？當然係跳舞啊！你沒跳舞啊，我猜錯了。他只是你到，你過嚟聽啊！阿媽會學到啦。係啊，阿媽你大嗌啊！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開創白強。好，其實哦，全台灣各地呢都有呢一家之主嘅一家之友。嘿，好，今本日呢來到一大位嘅沉水站嘅動貼片咯。非常有動手嘅朋友。貼片嘅緣分，香港呢今天嘅東漢的有3個男美女來參加比賽。啊，另外一個是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馬上嚟了非常多今天評審欣賞，提前了非常多嘅係阿俊斌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劉師傅。阿邊個好？大家嚟歡迎到係青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你好。好，三號嚟呢，來非常多亞兩組風吹嘅哦，係來自菜天廠子嘅。係姑姑老車的 Q 號來參加比賽哦，非常多係居民老一枝姐，大家好，都轉對咧，哇，今天比我帥呢，賺不卡嘅感覺。哦，等下真老居民後悔了大嘴。好，再下來看到咱最呢一片吼，來自潮州嘅父子檔，哦，當然檔哦，攞水機啦，攞微信，總站半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高哦！哇，大家好。新朋友撈老朋友誒。今日啦，你做來到呢度邊啊？留言真嘅感謝 Jimmy， 佢我們團隊的真的很忠實的這個開心果啦。好，不過我先問一下 Jimmy 啊，呢一波嘅轉來，如果發現到都係重置菜啲，有乜嘅好高好食好料，唔條牌唔知，我來淘汰下小記下。屏東嘅六隊，咪有六隊運動會。走，哎呀，拄好迄六隊300年安尼。哇！係啊，來講伊個故事哦。哦，我懂蟲嘛。唔係。天同天。來過小嘅時節，來照顧六隊運動會嘅生活。哇！這個當初有沒有寫在履歷上？好厲害！冇，唔敢寫。冇相片出來。哇！唔敢寫。佢哋係講，所以講係六隊之光嘅。係啊。佢就踢定嘅波呢。哇！今天繞牆道六隊之光誒。這樣還帶幾多年來呢？加油團誒！全村的希望。居民的朋友在那邊。哇！今日交新朋友誒。係啦，一個六隊運動會吼，真係係同站掉，但係對我一年要來主持過。哎呦，也掉吼，佢真係係帶定嘅中槍奧運選手嘅心情來參加比賽。係啊，是跳擺300年前預簽啊，就是大家共下團結合作的精神啊。吼，三號咧問一下吼，其實除了衝擊之外哦，還有一個所在潮州啊，有間好食店係哦。有啊，我對細漢食到大漢嘅。少量餅，哦，吃到這麼高，係啊，身間嘅歷史嘅，係什麼東西啊？雕係小嘅，啊餅加落去，一雕幾多？問你啊，我都是這樣做的。冰冰姐，我就是因為潮州有個小冷冰，張飛用來按到創業開呢。真嘅，冇講笑。真的。哦，所以佢當貼片去炒嘅啊，啊地背度還有幹嘛嘅東西嘛？有母嘅鳳頭，啊肉頭，還有煙板，煙板有爆嘅，有冇爆嘅。哇！幾多料？多料。睇下一個都拜6個禮拜6號都排咧咧。佢當然台北下來全部來一先。等一下的這個行程已預約。預約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因為次個剛剛都嘅花場四個人講，見咩喺從細看藝節目看到睇，啊從細看藝看到睇，我懷疑我自己的年紀。好啦。大嘴
来顾安球的哦，马上要来抢下来拼一下咯，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。料理大屌丝，大家顾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搶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三號嚟你個關係厲害嘅，看啊，好兩組呢都拿定自家不開本店來咯。現在問一下呢 Jimmy 哦，露台啊，呀拿定係乜嘅？王力忠，王力自家做嘅嗎？阿婆做嘅，阿婆做嘅。係啊。我跟住好食啲啊？唔好食，係對飯食多嘢咪都唔好食。你哪一類做嘛？我搶太假先，搶太假先。唔好食嘅東西，係啊。哪類唔好食嘅？健口盤。熱情招待啊！有份招待。因為阿媽做嘅王力忠最好食。謝謝你救回來。阿咪咧，阿姨弄開到愛，自天愛嘢咧，王力忠。要阿媽嘅素河米。咁問啊，阿媽叫誰？阿媽83，錯冇？仲上一下。錯冇，係咁問，係要問啊，啱問一下你。係啊。咁而今日我哪日阿媽做位王力跳咗，要嚟做乜料理？客家王力下橋。王力下橋喎。唔過王力下橋嗬，當時要加王力跳咗哦。咩啊？好，拿出一個長知識講嘅一個上改來嗬。哦。請問一下風趣嘅挑戰者有信心冇？有。真的有舉過聖火。嗯，係啊。上改冇看到天上天東頭。家學咪冇強用啊。但是你旁邊厲害了。身高。身高。咩啦？佢根本已帶到一個秘密武器，一個看個書之後，哦，那是皮到動向嘅梅事誒。今日咱水帶來係乜東西？油松鼠。油松鼠哦，係自家邊係啊？哎，這個邊。哦，本身係做廚師嘅嘛？係做。我看你鞋子就知道。你會做廚師誒？呀，是師傅裝嚟做個嗨兒。醫生也是穿這個白色的而已。不過你要厲害的素材都哪？是改用的東西一定好食的。舊面炒飯基本料。基本料。我哋啲成年嗰號炒開號，嗰當然攞嚟賣，即係嗰嘢都攞嚟賣。哦，一碗接一碗哎喲。所以等下呢兩首強下來比賽，啊大來個菜啊菜名按到乜嘅？古早米、牛絲炒麵。哎呦，他一聽我古早米啊。也可以古早米。好，啊等下個比賽哈，我要聽到很深沉的加油聲哦。好，用心行麼？有。發動嘅，哦，加油！厲害了，厲害！好了，兩組呢可以來都已經準備好勢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做啲過去咯。哎 ，Jimmy 啊，安叫好冇？要時間啊，幾時啊？而且兩太假氣，太假氣。是想塞我們嘴是不是？沒啊，要先賄賂啊。哦，應該有四個。你賄賂錯了。有吧？有這個吧？點知啦？哦，吹下好誒。姑姑唔通記個名一記，一記法，佢外號很多一記法。一記法。他記喺60年代嘅王美。就是你把年代講出來。二都三生涯喺度寫嗬。係啊，來做出嚟哦。做出。佢喺王力忠阿媽做嘅啦，阿見面要做，我嘅想法是吼，喺王力忠。你幹嘛學徐師傅啊？我個本講到遐，我嘅想法係講，兩篇都做得中好啦。我嘅想法係講好熟悉哦，聽出來了哈。你會學對不對？一點點兒，一點點兒。你現在學一段，讓我們猜團款係瑪莎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敏，大家好。阿敏。阿斌啊！哦，對，你阿斌，拜。那我呢？哦，等下就跌哦，等下就先走，時間的啦，冇時間的啊，要時間的啊。叫我講，片場馬上倒數，4、9、8、7、6，好嘞，屁股要4點到。俺也學出小概多一半呢。係啊，王力忠還有王力關頭誒。啊，做乜叫牛年啊？牛年本期咪拖過後一時啦，好啦，差唔多，係啊，叫我們過去。好，我哋走啦，好，好啦，你先做一下，我過去看溫水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！
等一下，我说过我不要站这边。我要特别照顾瑞奇哥，因为他是我的粉丝，他是我资深粉丝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最近系冲谁款几款都抬哦？没啦，你款矮些，款矮都抬。你平常在跳舞黑马街啊？中联舞。哦，台港猎舞。猎舞你也是那个黑糖芭比吗？黑糖芭比。根本也会做个菜。哎。刚下讲系油葱酥哦，油葱，但是油葱酥那个莲雾，莲雾个摆盘的用的，摆盘的用的，这家种的呀，完全不是 sales 啦，因为你本身是做师傅啊。对呀。你是做什么样的餐厅的？宴会。哎呦，太错耶，台中宴会，那就潘总的喽。哎呀，潘总，你是婚礼主持人哦？没有。那是你，其中一名小厨师。哦，厉害哦，蛮大的。那个炒面是爸爸的家常菜吗？要黑讲？店的家常菜。店不开家常菜。这个卖。回店这个卖。哎，你切的这个丝比2个师傅都切的还对，而且他刚刚蒙住还款一摸款熟哦。好厉害哦！真的，你们父子俩的菜很一致哦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给我宽呢？那你看镜头好了。你看镜头切，耍帅，来开始。放电。单身吗？单身。单身。那你的干嘛推我？问一下随去阿哥讲吼，微信系冲谁是动好主菜吗？有，系啦。你去告机吗？还冇告机，伊一个一学的。真的哦。课吗？你们某种餐饮课，以前排球队。去走训啊，比受训，憨啦，去打排球队啊，代表国家队跑。哎呦！我很有事情的。我观赏都身材暗厚哎。因为鬼中哦184，应该鬼中148呢。大家是在练，大家是练不了，该不有了。那你3号楼要选标吗？该？现在要不用鱼，我是一锅到底。一锅到底。哦。那这样我们等下才回来好。好。因为他等下很快。会快就好。好。OK。你跳摆做工作认真的时节，然后你摆总算上节目诶，做到一边，有什么心情上的目标？我用啊。那其中你非常幽默，又都会煮菜，因为系淡训诶。多来话，你利用蛮够。前面，安叫好冇？每次都偷我们台词。他们都会开始做诶。他帮做啊。我冇同人打最久诶啊。他以前用嗰个王立忠阿哥嗰个轮拍，演过诶。阿同学。你的意思说，跟玩地 boy， 又跟王立忠哦。嘿。耶咪啊。所以他都冇过空嘢没有？你不录一下？嘿，录一下嘿。他录啊，咱个用一些米酒。该做得先破。你喊都给烤掉诶。有啊。卖油啦。好，我来用。小鱼面看。都得了。都得啊。好了，我等下。你有什么？咕咕来，回耶，咕咕来。你效果很满呢。冇啦，冇做。哎，俺沙拉。结果给阿姑来他给破了。只要做沙拉部分吗？那我问。你要懂得讲啊！那是垃圾桶呢，草木哥呢，对吗？对。我问这个是你塞好的吗？没，该调到就太沙素诶，就按你加那下伊就。你的沙拉用怎么个变落去啊？因为我爱沙律。有时摆温沙拉的感觉，走。人家油锅已经冻烧的哦，姑姑冻烧的哦。他站很近，不用叫那么大声。一波了，紧紧问一下哈。等于哦。你跳摆做工作认真的时节，然后你摆总算上节目诶，做到一边，有什么心情上的目标用？我用啊。冇啦，我没讲。真的耶吼！你要有古典哦，因为就先下去了，然后后下去了，摸穷用哦。对呀，有开背对不对？有。是泰式的还是中式的？台式的。客式的。好，我得先过去嗰边看啦哈。好，加油哦！大家强下来看一下，到底一锅到底系嘛解？好，而先落去白香的啊。白香的。哦。等一下嘅炒法嘅挑梅嘅部分哦，好像要准备3碗系嘛解？一个乌醋
葱的油，还有个调油膏，等下还有那个调油。这个做嘛不用按烧嘞。因为一般无清度，唔是放按度。哦，咩切香度诶？切香度本切了点中央，有个滚姜啊，半年宽呢。切半年宽呢啦。哦，谢谢。啱拍到幾間嗰啲菜是要擺盤嚟啲啊。有個下水了。下水？哎，不是那個。下水湯，不是下海。沒那個地震那個下水哦。夹在你们5個男人之間，我好難為哦，真係哈。那其中因非常幽默，啊，有講會煮菜，因為係蛋訓呢。說來話長，唔係用慢講。哦，呢個因為先冰水，當冰調油，哦，冰調油。哦，唔會啊。哎，感謝，謝謝。黑白都要的。這5個青紅哦。哎呦，我知道。油上哦。也可以標的哦。替補機。秘密武器要標。要切那個。油葱酥。哦。啊，夠切冇講到飯呢？啊。這問姐啊，那夜煮菜你吃好吃嗎？好吃啦。你剛想了一下呢。那一次菜你吃得挺好吃。我嘛好食，炒飯咩個好食，煮麵啊好食。哦。啊，一個標的烏醋。這個烏醋。哦。哦，炒麵加副食都好食。我這個練那個。油葱啊油啊。蛇絲這個梅頭。而且加練的哦。所以你家下個菜面就按到古早梅。所以應該是差不多的哈，差嗎？哎呦，又在爽。哦，那都5倍呢。做對了啊，那你做對標了。哦，好嘞哈，好嘞，我哋狂雞片啦哈，夾夾個。哎。Ricky，嗨，我們剛剛對個地板那有東西啊，動火氣係咪東西咧？梗係要恁加鐵刀的啦，鐵刀嘅。啊，快啲！準備啦，迄個牛腩鐵刀啊，問師傅啊，要你講唔怕？好，水好，水好咧哦，但是差不多咧哦。好，好，來做什麼？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啊！體育館個個帶點去改秘密武器變出料理，來煮較讚的嘞。好，體育館呢係拿出不卡嘅本店來做料理，馬上呢就來先生你風吹 Jimmy 主要負責煮嘅呀個客家王梨蝦球嘛哈。好，來吃看啊！好，奶香味很重。那一般來講嘅話吼，但係喺落嘅美乃滋都當過，唔講你幾落一王梨，睇將落去叫佢轉感哦。因為王梨醬佢本身就帶咗自然嘅酸味，所以我覺得解那個蝦 Q 嘅油味。你吃香蕉呀？是香嘅啊，都是嗰樣。Jimmy，你會找個西市府嘅鳳學來講一下自家做嘅東西啊？我嘅想法係吼，講唔出乜嘅東西啊，因為好食。好食。阿毛就問姑姑看下先有好食冇？還是感覺有些鹹。係嘛？唔係啦。不過哦，唔過加嘅係你要加嘅呢辣拍哩，啊要係要王梨，迄個小番茄。嘅米湯搭放嚟該好食。咱嘴裡一片呢，又一個哈係專業嘅師傅哦，來問一下哈，你對我們的這個紅隊做出來嘅蝦 Q 用來評價咯。好食。家下講專業嘅師傅哦，就衛生，來講看一下呢一套菜。蠻不錯的，米又多。哦啊，啲蝦球哦，炸到唔會軟軟嘅，講我有啲沙拉下去哦，就剛剛好。呢度做嘅蝦球嘅抓煙嘅時候，佢就表現啲嘅王梨醬。佢食起來嘅味時候，唔會真鹹。係唔會真鹹。好，食睇嘅風水之後咧，然後完全下咱水做嘅炒麵哦，佢就加自己種嘅蓮霧凍入面咧。來。係做凍針的喎，而家要攞嘅3碗嘅調味料落去上吃起來蔥油撈加嘅鳳蟲頭，我覺得這個炒麵真係好食。Jimmy， 你要擔心了。雖然佢係造嘅炒麵，不過非常嘅 juicy 咧。Jimmy，你知道咧？佢好食啊！我感覺到啲炒麵啊，嘅層次幾多。食到油加吃啦，啊嘅油加吃米又加個香，又香米啦。啊！你講啊，個失敗是改個好食嘅。好哦。呢兩隻對呢兩隻評價非常好哦。阿哥先來講一下，你來要做啲炒麵哦，要幾多分？98分呢？98分哦。給得這麼謙虛，滿分是1000還2000？啊？那少那2分為什麼？少2分啊，繼續加油。
就是一个父亲对佮来一个期待啦。就算佢做到已经冻好了，但是永远还可以超越，系嘛？好，再过来问一下微信，自家老自家公款。个见面挺雄，啊4天呢不给这家中的莲雾呢刚好解油腻，完全搭配的100%的棒。等一下就来看一下2位师傅到底会分哪一组分数哦。紧张的时间到的哦，到底今日师傅要分分数呢？马上先来抢你阿准备师傅抢分数。风吹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凤哥抢分数。蓝吹，你得管抢手。准备师傅抢字头。好，你需要一边我记个面啊，是其实头一啲香菇，冇是下边个香梅。因为讲你下伊白下个香梅的时节哦，你的提升会很好多香梅，因为个香菇啊，落下边加个油葱去当绝配，我调个炒一下，当下水的香梅，捞个线饼水，当饼个调味料的香梅，食欲会正差。第二片是又叫个凤梨酱的梅头香梅去，然后去提升。但是我会建议。汉白因为姜会你像一开啊问题其实不是煮，做得一般一配优格很好健康，一配优格到沙拉，一般用搅而下去，会很好喝。原来安样，阿凤讲你的想法是乜嘢？我本蓝队我的想法古早味新面是安样简单加到遐油葱酥做到冻好些。我冇本个紫面想法我的想法给水果外边是要切下油的，一口吃下去。我食起的。2片都做冻好啦，希望感谢。原来係安尼。好，實際2隊個喺各得到1分哦。唔該，稍後來看一下盧師傅帶來乜嘅體操，我搞體操咖喱。日出體操。好，都係盧師傅來出體操咯。先嚟請教一下盧師傅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梅少香芋。啲係乜嘅？紫蘇梅，紫蘇梅叫醬料要緊。因為咧香魚，等下我會給攞骨頭處理它。哎呦，香魚很難去骨吧？係啊，係啊。等下你就知啦。骨頭薑嘛薑菜等下係做醬料，配色的甜椒的部分，配色先來準備一下。好。怎麼個今年有做兩頭菜啊？當叫冇食嘅。也是斜刀咯。係，咁配色甜啊，等下。居民，你應該知道潛規則啊，哈。有問題要問。冇問題。那有問題？冇問題。馬嘅時間我下班啦。我們都沒問題啊。哦。扣分。因為等下第提上個慢評分的啦，哈。啱啊。居民。好真切哦。凍壓的。凍壓了。好，薑嘛，這個，你係切片哦，係切片。我用都按度嗎？係啊，即係做個醬料。哦，好開放哦。哦，就嗰200哈，居民島應該係咁樣啦。阿媽會嚇到啦。係啊，阿媽啲大嗌啊！啲運動員呢？係啊，哇，嗰啲瑜伽魚。厲害哦！考考你，你係反跳也係跳夫？當然係跳夫啊！你係跳夫啊！我猜錯了，他只是。居民島應該係咁樣啦。阿媽會嚇到啦。係啊，阿媽啲大嗌啊！我先講哦，跳白居民島你一片做跳嘅時間，姑姑我們沒有這樣對他。跟皮做得剝下去哦。做得，等下你做醬料添。你想要他幫你扒皮哦？係啊。家你嗰打會把嘅啲材料弄開到空的。咁啊，等下最主要係個醬料是那個梅頭本去做到啲袂都是好咧。好做炒，等下就去下個油去煸，有。這見咩咯？一陣係煮個梅頭時候咧，去煮梅頭。俾人愛梅頭而家。係梅頭田來切香魚啊！哎呦，我眼睛看哦。好。哎呦，將背部嘅後先切開來，做乜把2刀哦？凍鵝嘅雞啊，凍鵝骨頭啊，你係切2片嘅肉。要緊啊，剪到那個骨頭凍鵝咧，剪開。可是人家大宋東東用誒。係啊。唔係，像骨頭啊，落下骨頭田。像骨頭哦。係骨頭田。
确定。哎呦，来睇。哦。哦，很厉害哦。按开场坡度去后做嘛个？哦，攞個整理啊，弄槍落去。槍嘅睇壁唔是用油哈。誒，唔怕，本佢天天先壁一下，哦。還有咯，你係好是咧。叫佢咪出來。底下小個切一刀。畫一刀。佢畫一刀，佢嚟夾起來。哦。做瑜伽。誒，做瑜伽。哦。哎呦，很痛哦！哎，變運動員呢？係啊，哇，跟住瑜伽椅，瑜伽瑜伽，好厲害哦！做瑜伽嘅咧，瑜伽椅誒，哦，係哦，因為時間關係，要先那個處理好，然後敲個，把那個動一下，哦呦，定型，向哪片動啊？每個動下去，對，應該會動痛吧？唔會啦，係 Jimmy 會動痛，應該係 Jimmy 會動，要嘴係那個拔開來，哦，好逼真，等下會，魚躍龍門啊，而家油溫差唔多咯，好，前邊要照照咧，係照照好，俾啲啲嘅油，好，有問題啊，問啊，哦，要慢慢加油啦，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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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下就係用呢個調味料。是啊，紫蘇梅醬，你嚼哦。有油，誒，冇有味就落去哦。冇有落去啊。眼睛應該會豆焦焦嘅。啊，佢最主要係做嘅醬料，不一點點蒜子。哦，嗰係要加一些醋。好，湯。哦，哎呦，好難倒哦。嗰種有咧三杯米絲呢。誒，佢誒這種醬燒樣嘅。哦。醬燒。三杯口內冇蒜絲啦。有啊，條到。你散啊！哦，只要對你來講散步就係散步嘅。係啊，係咁樣嚟嗎？係啊，錯過。哦，神明桌上的美人飯。阿姑，你豆腐卡未啱用麼？啊，你講撈嘢。哦，係啦。成破個。哦，破，可以啦。散開。會憋吧？會憋啦。可是維生完全不為所動呢。微信哪個？他是國手啊。要對你來講係誰死親啊？哈。是從那寬吶，哎呀，手直接下去都不怕的哈。他 BBQ 哎，炸到10分鐘哎。他也會怕啊。像你一種鋪嘅，一種口嘅做得嗎？像你向個鋪嘅時間唔是夠寬哦。唔是，所以本土嘅好過的。哦。夜香魚嘛，應該係嗰隻炸吧。我佢來佢腳嚟。係啦，我過去當腳嚟看。哦，看顏色啊哈。有什麼是做的咧？那個顏色好漂亮哦。顏色好誒。幫你落去煨一下。是可以。哇。哦，等佢醃味啊。不醃味。哎，我覺得這個姿勢 Jimmy 真的做得出來。係啊。都唔得，已經有2個人這樣講了呢。都唔得。OK。哎呦，俺食嘅啊，俺睇嘅pan啊。係啊，按多妹呢。哦。係啊。舉雄呢？哎呦，去排隊哦。排隊啊！然後去排隊哦。嗰個米要睇用嘅咧嚇，鹼粉嚇。唔是講要冇鹼粉做得。哦，冇鹼粉啊。哦，就個拎上去。哦，醬料咧拎到上去是做得咧。其實你還未做得是冷嘅。那可以放在刨冰上，跟潮州燒一樣嗎？做得。你要我幫你買胃藥嗎？哦，醬料來拎到上去。哦，所以你要緊緊穿服買呢？唔是咧，佢做佢個醬料嘅梅頭做得咧。哦，來，演一下是不是？那你就好些咯。因為 Jimmy 吼，佢做一家自主做嚟就2年嘛，冇啦，3年，1年啦，哦，2年哦，佢到民族完全學習起來咧，我唔錯，學到動所以你是屏東民族就對了。民族2.0。哦，感動2.0，來。好啦，他下次撞檔期不會幾次？哦，他真的要過來嗎？來了，好來，老闆聲音一下，聲音最好。每少向那你就好了。
卢师傅呢带落嚟要去睇菜郎看一開始嘅刀工，後來嘅破工，個醬料嘅功力，睇起來佢喺片上看呐。哦。呀，醬料。那紫蘇梅凍好食咧。真嘅呢。可以米哦。呀呀好，其實還有一些骨頭龍骨，已經打開了，可能加有破工嘅關係啦吼。米頭凍針的 ，Jimmy 怎麼樣？形容一下師傅。我想講，佢炸安球還有係推啲杯保安球嘅時間，佢杯軟軟啊，其實唔會，係有脆脆嘅感覺。哦。肉啊，唔可以講啊爛嘅，啊含本該結實啊，只屬每個嘅米頭該香，該好食，該好食呵。啲杯度哦，軟按我為素，食落哦，甘甜好食。我先來講一下，你覺得師傅怎麼辦？也給魚炸到嘟好，啊食起來嘅甚香，鮮好食，有牛逼。其實哦，我嘅想法是講吼，你到魚嘅菜吼，很適合成人嚟食，因為你像魚，見魚嘅營養成分凍高，跟住該醬汁緊緊跳落凍吼。邀請老太家講一下咯，加頭前1比1咯，馬上就會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面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接下來呢，百寶箱地度都要變成乜嘢呢？糖果。這個製作單位很貼心，那 QQ 羅一百男鋪他選了一個愛好食的東西。哎，做得不用多。不用多呢，不用多。不玩刷冰的梗。好，等下因為上一隻線嘅哦。好，打開了本大家看下，今日具體嘅學材就係反挑夫。考你係反挑也係挑夫？當然係挑夫啊。你沒挑夫？啊，我猜錯了。它只是長得像豆腐的形狀，其實呢就係熊貓唔係貓。啲嘢嘛計啦，佢咩挑夫嘅現係唱挑夫，佢本身呢係喺落飯挑，係一些米落去 Q 下了整。個挑白就做過啦，總之幾個細節就做過啦，啲啊。不過你飯挑夫做啲做埋變化咧，那來原本係鋪啊，來做埋個變化，冇那係煎，來爆到地背肚爆東西咁樣啊，安尼咧。我喜歡直接煎的，配個蒜頭啊、辣椒啊切做。我知道啊，剛剛呢盧師傅都是在底下給我提上來。哎呦，換一個了啦，因為佢愛很開起來哪一種東西有一些香腸。錯。仙草。哦，我還以為香皂呢。所以我要把它變到仙草冰裡面去。仙草呢？幾度？我覺得你沒有跨出舒適圈呢。好啦，梁祝做在呢個線咧上一下咧，飯挑夫做在做馬個新嘅變化哦。馬上就會進行最不迷館的挑戰。反挑夫都在做出乜嘅變化呢？先要睇一下馮翠嘅想法，菜名係乜嘅？米反挑夫，好可愛哦！係咪上嚟二扎立白？冇，姑姑上嘅，姑姑挑上嘅。哦，難怪比較好。好了，想問一下馮翠嘅挑戰者最不迷館呢？有信心冇？有。等下個菜名係乜嘅？辣醬，反挑夫。睇下個比賽就最尾一關嘅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好了，看起來呢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哋開始做咯。吉米啊，你用油鍋姐姐最怕的。係啊。又嘅乜嘅？副瓜，也有湯鍋，也有鹹餅鍋誒。哎呦，會亮安尼感覺。它來排盤。係啊。你剛才是什麼五味什麼的？米，因為反挑夫有甜甜又有鹹鹹的米絲。哦。啊，上講就加一些糖醋醬安尼感覺。哦。會酸甜鹹，過來還有乜嘅？酸甜副瓜，啊還有辣，嘿，辣就係一些大副食完。強硬性強用。誒，我唔錯。啊，挑麵醬係乜嘅？蘇打粉啊。我做乜嘅用嘅？哎，嗰個挑夫啊，切啦，按拿嚟做佢嘅麵魚啊。哦，
看得出那个居米豆腐卡还有煮出来成熟啦。有啦，因为我觉得你贴的汉堡会走的呢。我被灭的啦。拿刀子不要唱歌。那个等一下上面点缀的那个香菜，一个豆腐要配一个香菜，那个味道very good。哦 ，very good。依家下講緊我被弄，結果漢堡做的。係啊，好，因為準備難度漢要摸嘅嘛，對啊，跟一些糖醋醬讓它比較提味。係啊，我突然想一件事，這是我的隊伍，慢慢的切。你怎麼搶我的位置啊？我朋友啊，回去，隊長哎。哦，哎呦，你下開始過分咧，嘿，那你們兩個係咪有教訓下會啊？哈，唔所謂教訓下，唔怕。唔怕，那個是客家話吧？唔怕，嘿，唔怕。拿刀子不要唱歌。好，拜拜。麥克風在唱啊。哇！你係有鋪誒？哎呦，太熱了。哦，ID 叫怎麼改？你係炸粉絲係嗎？等你們兩個表演的魔術。哦，變態的呢。哦，哎呦，熱下就好了呀。好嘞，也擺盤用誒。所以應該下講嘅，兩頭菜面有一家是按到辣醬啊，辣醬啊。是自家挑的辣醬係嗎？自家做誒。幹嘛個醬？也個炒尖椒，自家炒誒，炒到香煙的，凍爛誒。凍辣。還好，你試試看味道。哎，蛋香蓉撇的是不是皮多該辣？真的。這個是自己編的辣油啦。哎，對。還有啲係乜嘅？有個屏東的辣椒醬，係有名嘅。屏東人的是的啦。哦。那道果品啊，凍難得，大概那邊是拿出來到其他的蔬菜，什麼都係凍死。超。很大方。啊，門也好好，因為改片哦，飯條的豆腐和果腐拿來鋪。啊，我們的做法係，我那是涼的。哦喲，涼拌的有也個東西，愛自家上的啦，是涼拌最好啦。我愛咗上，還有自家做一個肉醬，拌落去就好。哦，也不錯哎。也個如果冷啊，也個肉醬，小的，也很有創意，兩種口感。冰火二重奏啊！也是。好，我們等下再講兩個。好。哇，跑落去耶！一條係嘛個醬啊？糖醋醬。啊，你有該有比例麼？有啊。這一顆是什麼？梅啊！哦，我向下按嚟炒，等下梅向下落去按嚟炒。哦，你看，伊係照炒哦，冇加油哦。記唔得咧啊？哦，我把到你一下凍牛湯，唔是加油炒嘅哦。一起就好啦，一起啊。係啊。哦，按太地咯。一打一袋。哎呀，當中鋪嘅甜版咧。係啊。哦，對啊，有一些香。對啊。好，你看你要怎麼搞？啊，耶！人家地位有嘛噶？地位有嘛噶？有番茄醬、筍絲，還有湯，還有梅啊。哦，還有一些咧，啱咩冇加水。哎呦，一些水好誒。唔怕先炒醬炒香都長得加水啊。唔係爛推嘅，冇偏。炒啊！一門機，你的兄弟像好朋友。有啊，有皮豆，有皮豆哈。炒高誒，我搞個香，啊，人過來加水。炒。你看我跟姑姑的同一陣線。不過我們剛才有炒一下呀，稍微加熱一下，而且我們家的水很濃色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大家看一眼哈。好。哇！好攪翻的誒。好了，攪翻色的啦。哎呀。要慢慢炒到那個水分全部釋放出來。哎呀。邊有找着啊你啊。哦。那爸爸在做什麼手工藝啊？那個等一下上面點綴的那個香菜，一個豆腐要配一個香菜，那個味道very good。very good。哎，爸爸，像你一套菜哦，嘅飯豆腐哦，你豆腐卡有做過嗎？有啊，做好食啦。是做什麼的？有時薑啊，辣薑淋落去啊，或者落雪啊，有安尼香香。而家條魚本身就是鹹鹹的呢，你甜甜的。鹹的啦，鹹的哦。有松鼠。你們上一關的秘密武器。哎呀，秘密武器兩邊都會使用。巧克力醬嗎？不是。剛才就講啊，屏東最有名啊。講係是香嗎？
清鹹哦。普通的種啦，而家食麵點，也是配個炒麵的嘛，配炒麵。很款，所以你要头吼，等一下是拎送有一种很重要，不重要。重点在这里。哎，这么辣哦，是搞错。粒條漿啊，嗰粒條最重要嘅。好，我们就先过去喽。好。哇，咁叫冇看到哦。是咖喱饭吗？对啊。你等下要淋上去就好。不算淋浆蛋糕就好哎。哎呀，我又发现哦，其实你要讲哦，本来个没冻好哎，就是那个糖醋鱼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倒数喽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呐！水杯米馆优雅菜体嘅饭头豆腐编出的料理，来不卡卡赞的哦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南浦呢，一定有食过饭头豆腐，唔过呢，现下已经看唔出几简单用诶，也系创意嘅饭头豆腐料理。先对风吹看了，吃看呐。哦，好，冻好食嘞，我只觉得，而且两个都不会分酱每条冻好，酱料我觉得刚刚好，而且不会太酸。Jimmy，你觉得呢？儿童嘅副挂更加性，因为饭头豆腐有是面，你更加些把，佢就會切安尼感覺。哦，了解。10個有變跟個變角，嗰數個副掛更加切香來安尼，切幾好食。伊豆腐炸香來都攞杯酥，地板軟，幾好食。飯條豆腐啊，要炸過落去哦，我已熟啦，內部啊要個軟，留個副掛用葱啊切落去哦，要用切啊用。係啊，那樣好食。好，你一下，我轉句問一下哦，非常專業嘅微信哪個哈？專業講評請開始。我嘛嘅專業啦，豆腐炸到嘟好，地杯軟嘅，我冇想到嘅，啲個豆腐做得用炸嘅嚟食，人嘅椒哦嘟好，蠻好食嘅。係啊，不過佢細細嘅改變一下，我冇清楚，還會做得咧哦。咁我哋一下我完全一下攬出嚟一片哦，盡量非常用心來做，鋪底上層還淋醬，沙來食咯。好。我喺做食到啊，呢排度加提出關係邊咩武器，油葱、辣，然後香，非常適合，好好吃，但小孩不要吃。因為呢，家蛋糕啊，表演嘅肉做都蛋糕嘅飯，是有一些充滿感呢，白布嘅水版呢，提前下做嘅朝天椒辣油，配合你正眼感受辣的話，我覺得它是真的會讓你的唇齒都是那種辣椒的香氣，懂蘸的喂。Jimmy，你覺得呢？當我是辣，因為我最好是辣。唔過你買嘅東西貴硬呢？哦，給啊哈，給迄條是普通有冇跟蝦餅一樣，不用帶下鋪底的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我係感覺講嘅肉醬係喺度批翻幾好食咯。幾度好。一下來問一下司機阿哥嗬，讓你來而來按摩一下。辣醬要辣啦，個豆腐嗬軟，食落該好食。微信你自己都講款。在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，我是個上多的啊，上多想用按嚟做看看，讓大家評審試看看，然後給我獎評這樣。哦，試菜大會是不是？類似。所以你看哦，佢拿出佢自家最厲害、最拿手嘅辣醬朝天椒，和結下起來拼凍菜體哦，最有名嘅個麵店小吃嘅辣醬哦，其實係凍聰明哦，凍用心。不過等下就來看一下兩位師傅按樣辦來評分哦。好，鏡頭嘅時間正有到了，馬上呢就來向你啊準備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等下風水2分咧，大家來看一下，好，風水搶本分數。哦，風水得到3分。啊，邊個先公平？今年了6兩片嘞，伊個咧飯條豆腐去做變化，去改變伊個方式啊，料理的方式。一片有鋪過，一片或是係講佢自家係切的，好是係淋係做醬。其實咧肉表都凍香，該醬係或者切到像該麻婆豆腐樣嘅，直接係煮凍粉，咪做係煨一下，做起該醬。煨下整體其實有變化，你切個莶的變化，還有口梅的變化。好，你倒是係講有迄個鋪過，好做起個醬料，
吼，但是其实五味酱可能很少一只香脆的梅头。哦。其实做的五味酱就是讲还有香脆的梅头，做的还有加落去的，这很好袂加分。嘿。哦，然后落去问一下阿凤个抢公平咯。好，那么摸本难对吼，其实我的想法是老边个恐龙吼，其实只半条腐色去做变化做料理，啊，毋过你俩弄个酱干啉爽去吼，我的想法是讲有点辣是甲鸡甲豆腐梅头浸出来，汉版伊咪做得样板做，是讲甲绞肉油啊，含了做咧加一种东西，花生酱本期含有梅头，本该放对，其实我的想法是讲，佢的豆腐有做变化，啊，恁该酱，就像该师傅讲的，挑该酱挑到嘟嘟好，啊，搭配落去是，该豆腐软又冻又口感，哦，是安样。希望两片都表现冻好啦，真紧，希望感谢。好，今日比赛真係當緊張咯。其實呢，哪一條同學變化都冇咁簡單，不過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就有頒獎咯。哇！哦，要問阿順浩，你比人哋行較強啊！好啦，其實呢比賽今日真係冇咁簡單，講真嘅呢哦，比賽係有互相交流，一啲名字哦，其實。唔係正經重要，最主要呢睇下互相來學習。風吹呢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之後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呢加彩金創業金。哇！我看一下咱這裡片哦，咧，咁咪當厲害，當好看咧係瑞士不鏽鋼平底鍋，送本專業嘅師傅。重要。很适合哈！我跟你说，博谦讲对了，要他专业的师傅上油。哎呀，送那边要不用吞口吸喽。这个一买就好的啦，哎，一买就好。好，我们讲的今天按难得的几笔哦，你看按闹捏，哎，你打败学长，先跟学长说抱歉，你没有打败他哦。加学长，他还是比你厉害哦。哎，真嘅呢，我感觉我好似今年呢。真嘅。对啊。刚刚用啦，你拿3000块去他们那里吃饭。阿冇分過來。好啦，Jimmy 先落睇下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。今日參加嘅家自做6樣，我冇強樣嘅心情啊，因為以前攏推帶下人哋走來走去，啊，通講今年我來屏東，啊就嘛過聽，啊邀請幾多親朋好友來共下來聊。嗰時幾年留下來啊，當年用上我行來行去，全部都係親戚連打。係啊，攏大家攏係阿伯阿叔人嘅。哦，原來係咁樣。一下就不會顯力種啦。講得講啦。好，恭喜 Jimmy，謝謝。好，再來一支阿姑來睇下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。啊，首先我先多謝嘢一家之主哈，啊有安尼機會本下來參加，有增加我嘅功力啦。啊，多謝。有。恭喜。好，大家咧好好來問一下吼，根本吼選擇一下專業嘅師傅來到吼，冇買專業嘅比賽，要買感想啦，攞大家分享。一個很好的經驗，然後做地嘅做出來本態嘅事吼，啊嘅總係評分，也嘅最好嘅結果。啊根本伊係你來報名係冇？你來報名。哦，帶爸爸強下來。好啦，我恭喜。大家咧問一下隨機阿哥，讓你來強下來比賽吼，一個心肝度感同啦，大家分享好冇？多謝呢個節目，俾我哋有機會嚟參加呀，多謝。希望。比賽辦比賽，其實最主要嘅呢係聯絡感情。你看那南埔有按刀按尾做出來，家家戶戶都係一家之主，親站到嘅住處，故說呢歡迎大家。不管你到哪一道比嘅事，你有高興也嘅地方，記得要搶下來報名哦。係啊，來到高平後咪個熱團落咯嗬，前景非常歡迎所有台灣嘅朋友，家家咧報名參加。希望我哋都選擇咧去到嗬台灣嘅各地學堂，再提開學賽哦。一家之主，等等你搶下來呀，到畢業聯絡感情，培養好嘅好秘書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